你好，5月21號星期三下晝做埋財經頻道。星期二，中國新一輪嘅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出爐咗，1年期同埋5年期以上嘅 LPR 雙雙都係下降咗10個基點，1年期嘅 LPR 降到3%，5年期以上嘅 LPR 降到3.5%。呢個 LPR 今年之內嘅第一次降息。如果以商業貸款100萬嘅額度，貸款30年，等額本息還款方式嚟計嘅話，今次嘅 LPR 下降10個點，月供將會減少56蚊。30年嘅月供嘅話，累計就會減少2萬蚊。星期二嘅中國發布4月份嘅分年齡組嘅失業率，全國嘅城鎮唔包含在校嘅學生在內，16歲至24歲嘅勞動力失業率為15.8%。25歲去到29歲嘅勞動力失業率為7.1%， 30歲去到59歲嘅勞動力失業率為4%。星期二嘅中國財政部嘅報告，1到4月份嘅國有土地使用權嘅出讓收入去到9300億元，同比下降11%。1到4月份嘅全國嘅一般嘅公共預算收入為8萬億元，同比下降0.4%。其中稅收入去到65000億，同比下降2.1%。非稅收嘅罰沒嘅收入去到15000億元，同比增長7.7%。1到4月份嘅全國一般公共預算嘅支出去到93000億元，同比增長4.6%，完成咗預算嘅31.5%。支出嘅進度為2020年以嚟從同期係最快嘅。1到4月份嘅社會保障同埋就業支出、教育支出、衛生健康支出、科技技術支出分別增長係8.5%、7.4%、3.9%同埋3.9%。1到4月份嘅文化旅遊體育同埋傳媒嘅支出、商業服務業等支出分別增長係3.2%同埋29.5%。星期二嘅時候，中國海關嘅數據。中國上個月嘅黃金進口嘅總量去到127.5公噸，創新一個月以嚟嘅新高，同前一個月相比係增幅去到73%。星期二嘅澳大利亞聯儲局5月份嘅政策會議之後宣布下調現金利率目標係去到25個基點，報3.85%，符合市場嘅預期。星期日，深圳交易所2025年全球投資者大會響深圳舉辦，參會嘅嘉賓都係一致咁認為，今年全球面臨住嘅不確定性、不穩定性因素不斷嘅增加，響當前中國經濟嘅穩健同埋韌性成為咗一種稀缺品。當下 A 股大部分嘅股市已經收復咗4月7號嘅下跌，A 股市同嘅短期衝高回落之後，出現咗震盪嘅下跌。由於90日嘅關稅暫緩期，第二季度可能會出現搶出口嘅現象，同時喺國內一籃子嘅政策嘅支撐之下，結合寬鬆嘅貨幣政策以及中長期嘅資金向資本市場嘅流入，A 股嘅下行風險相對係可控嘅。短期嚟睇，仲有下邊有支撐，上邊仍然需要消化外需不確定性所帶嚟嘅擔憂。目前上海證券指數未能破10日嘅平均線，短線維持多頭嘅思路，市場缺乏明確嘅主線。星期二，中國 A 股三大指數高開高走，集體嘅放量上升，收盤嘅時候上海指數上升0.38%，報3380點，全日嘅成交額去到1.21萬億元，上升嘅股票去到3800隻。星期二，港股三大指數高開高走，持續咁走強，收盤嘅時候，恒生指數上升1.49%，報23,681點，收盤嘅點位高於2025年5月14號嘅收盤嘅點位23,640點，創下咗階段性嘅收盤嘅新高。星期二，美股三大指數集體嘅收跌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0.27%，報42,677點，納斯達克指數跌咗0.38%。標普500指數跌到0.39%，中國金融指數跌咗0.65%。穆迪響上個星期五嘅時候下調咗美國主權債務嘅評級，將美國嘅主權債務評級從3條 A 下調去到 AA1，呢一個降級推高咗美國嘅長期國債收益率。
上升嘅國際收益率可能會對美國股票造成一定嘅壓力。下一步嘅話，市場將會轉移受到以下嘅因素而驅動：一係關稅嘅政策，更加多嘅關稅減免；二係經濟嘅增長，美國能否避免經濟嘅放緩；三係美聯儲嘅政策，佢哋是否能夠喺未來幾個月之內降息。摩根士丹利就認為，任何同穆迪下調美國信用評級有關嘅美股拋售，都有可能俾到投資者提供新嘅買入嘅機會，而中美之間嘅關稅休戰就有可能使到美股反彈更持久。高盛嘅貴金屬團隊所發布嘅最新報告，維持2025年嘅石油金價3700美元一盎司嘅目標，以及2026年中嘅時候，黃金會去到4000美元一盎司嘅預測目標。根據美國銀行數據顯示，上個星期流入美國市場嘅股票資金增加咗，主要係由對沖基金所推動，而散戶嘅投資者就結束咗佢哋創世紀嘅淨係買入嘅勢頭，客戶連續嘅第四週成為咗美國股票嘅淨買家。根據房地產嘅經紀公司所報告，今年4月份美國房價經過季節性嘅調整之後，略為下降咗0.1%，呢個係自2022年9月以嚟嘅第一次出現咗月度嘅環比下降。同時，房價同比上升咗4.1%，低於3月份嘅4.9% 嘅增長率。商品交易顧問 CDA 亦都被稱之為趨勢跟蹤投資者，喺過去一個月中明顯嘅增加咗佢哋喺全球股票市場嘅多頭嘅倉位。根據高盛嘅數據稱，佢哋嘅總體嘅持倉現時去到165億美元。今朝嘅經濟狀況，尋日星期二上嘅證券指數升到12點，收於3380點；香港恒生指數升到348點，收於23681點；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於42677點，跌咗114點。美元兌人民幣仲價報7.2165，搶1美元紐約黃金報3297.47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報62.36美元一桶，美國10年期國際收益率報4.484。香港考得進入財經頻道，我哋嘅理財風格測評服務助理，家庭保障、投資理財、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，祝你事業運轉，鴻運當頭。